后来继续来到南投的集集，当地红枫树破病生癌了。集集地友生物中心用自制营养剂，把这生癌的大树来吊大当下，要来救回这红枫树。 这一罐、搁一罐吊伫树仔顶的点滴，就是集集地友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自行研发用来治破病树仔的一种非农药的药剂，希望会当透过这款方式来救已经病甲真严重的红枫木。最近又发现到有热带灵芝病原菌的感染，然后我们在拆检过程中又发现禾根病也进来了，而且比例还蛮高的。 快到6成幸好我们特试中心有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就拿那个非农药防治，从那个抗病的耐病的植物里面抽取一些成分，可以抑制这个病原菌。集集调生中心的事务组，目前则伫集集的民权路发现大细丛的红枫木出现破病症头，一采检才发现分别得到合金病、佮有热带灵芝的树癌，所以这摆嘛专工举办会诊，要来共同讨论。 为了就是要来根绝这个根基腐病热带灵芝的这个问题来让这些树木可以更加的健康的成长，那往来人车也可以更加的安全。然后除了这一棵以外，通常旁边的或许会有孢子的飘散，可能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于邻近的也去检测，发现其实也有禾根病，但可能树体来说没有这一棵这么严重。 有集集调生中心的做法，佮有公所和树医生的配合，未来嘛会开始来铺台顶来大细丛树仔的健康状况，或者已经生长几10年的树仔会使继续健康生长。